这些建议。所以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去体会，我们心目中想要成就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必须要在这人生的所作所为过程当中，去面临到什么样的功课，完成什么样的使命。那或许常跟或许的学生去分享一些故事。或许早期在操场，前给后学的感觉都是你爱喝那修板车啊，你爱喝那来成功一些啊，因为安尼好咱的功德开让回用我咱的条件。那后学早期的听的这种想法，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心里面最深处有一个声音，就是人生好苦。我跟他比，我赚的任何一笔钱，都只是为了要还债。我谈的其实被隐藏那样，所以我刚刚我来到人间是为了了罪跟了苦。那我的人生好悲观，我自己来看几天吧。但是后来或者跟学生讲，其实我要或者要很恭喜在场的各位前线，因为我们都不是第一种人。我们都是第二种人，第二种人都是什么人？都是先佛承认在的天使。所以我们都会常讲我们叫白羊天使嘛，不是叫白羊信徒。信徒只是拿香拜完挑茶的，金刷烧烧的，水果切的这样子去他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去拜烧金回家。可是我们白羊天使不一样，我们大家都是先佛承认下来的世界的，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在这边了罪了苦，我们是在上天就已经跟助理、跟理论、跟所有前面都约好了，我们这辈子来到人世间是要来打帮助的，是要来行公利的，是要来度化众人，这才是我们真正这辈子来到人世间最应该做的事。那如果我们本身都已经有这种认知，我们起来听小了，我起来报恩呢？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感觉的话，那我们不会有懒惰的借口，因为我们会知道，这本来就是我要做的啦。我是跟上天讲好，这辈子要来做这些事所以我做这些事情不是很正常吗？我不做才不正常吧？然后觉得常跟学生分享这一种。跟一些故事跟好这样做，所以慢慢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团体、整个干部的这种气氛会越来越融洽，因为早期他们会过来过去，老师你卖给我，就接饭，老师你给走了，卖给我走，都是叫别人就好。可是后来慢慢后有些转变了一些想法，然后去跟他们分享这些课程，然后开始给他们一些很正面、很积极的能量，后来发现，他们会认为说老师对这些事情好像本来就是我应该要做的，我把这些事情分给别人做，这才不正常吧？不然的话，所以后续我会跟我们的各位前一起来分享我们要承担起任何一项的使命，然后呢，从被动变成主动，这很重要。主动跟被动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很多人，尤其是道场很多前线，都属于被动的状态。所谓被动状态是，你看你们公安，咱看这上面才是，后来那时候他们说的，虽然是好了，这我们是属于被动，但是目前现在的想法是不一样。他们主动的话，然后他们去想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课程，很多的东西，我有的是要让我们上到学的这些机器，可是机我有，大概包括比如这些这些物理这些事情的错，那我们大家都在一起讨论，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大家去报签了，你或者拿过这个做的学生。老师刚刚那个好像这好像说的那个就是他的运动，不是大部分的人他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自己，
主动的去选择，你把你的自己做完之后，你还可以做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你还可以做自己，都是我自己做完好的事情，慢慢的跟我们这些朋友的接下来考虑的问题，接下来的我觉得那很可以了，这个什么样的去当自己变成一个主动的状态，他们也开始跟我觉得他活在大自然，这说到底还是觉得活在大自然。那么这个活在大自然能够有不改了，跟这些人的公司的所有的学生们，我觉得很多每次听到一堂课，我们听到的其实都是都是这个。那很多同学他们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结构。学习的这种，他们是有那么很多的，像我有时候在做这些呢，他拿到他们说他们当前去分享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刚我跟人说，我把我来拿起来，基本上知道下来一个人是分享的，老师让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人，就是呢。不要到我的基因组，基因组我用来说是因为它基因组不好，它是所以我觉得这常常大概是要做笔记，因为你要做笔记呢，要大家要注意加入方式。然后呢，要不然我看到东西也大家我当然要去那个方式。很多学生我其实没有那么的好，他们说比如说什么东西，你跟他讲我真的也可以，他们真的我真的也可以，他开始觉得他就认为这些事情，然后就说两个人都没有，然后就很难来的，慢慢的我就发现，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二次呢，变成这种。到现在有上我们的大学，现在讲到他们这样是怎么搞的？我就看过，我搞错了。我发现这个其实都是做的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他的年纪，到年纪慢慢年纪都是那个训练之后，自然会去有更多的这个东西也会鼓励我们的人些我们来讲自己跟自己会有一个一点一点的往他们今天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看他一定是一个不错的新的好像我们然后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到谢谢。